由南昌出發去南京，看看街景。 50米處有違法拍照。一路暢通。前方2公里經過馬牙服務區。198個4號7。請走最左側岔路。前往南京夫子廟。附近停車場。夫子廟步行街。熙來攘往。試試這家循環燈彩，點了個套餐，邊女餓了，啲啲也餓了。越夜越多人，驅車往酒店。請靠左側車道行駛。晚上還是很擠擁。到達收費站，駛出環島，進入盛湖路。到酒店停車場，房間不錯，有一個客廳，有私家溫泉，他們也滿意。酒店餐廳，酒店環境也很清幽。附近有個大草地，啲啲第一次接觸草地，玩得好開心。來去如風，我沒有你咁好氣。預備入園博園遊覽。